家第一天，陈寒就要考核我，666自然路远古神器。完了，我能与天生神器的校霸抗衡吗？666演都不演了。兄弟，难道普通人真的打不过主播吗？不，你要相信自己。猜猜，跪下跪下！我操！我操！那些我曾对你承诺的所有，